伫咧中国嘅社军平台小红册顶悬是出现咱空军发电基地影像，这引起国安嘅疑虑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，这研判是用无共时期嘅卫星影像做出来影片，毋是有人入侵或者是偷翕嘅。也因为即马中国嘅无人机是定定咧侵扰咱外岛嘅营区，郭立雄强调，当咧建立反制系统。左下方是雷神中队第17战斗机作战队的阵地。伫这群中国网友伫咧社群平台小红书更一段翕咱空军发电基地影片，一个列出基地内面的设施、飞行员生活设施、基本的位置甲参数，引起国安疑虑。严过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讲，研判这是无共时期卫星影像3D 合成制作。不同时期的卫星的影像，用这个3D 合成的方式后置而成的，并不是无人机啦，或者是侵入营区，或者是在营区外面拍摄而成。中国无人机进前办几多遍侵扰咱军事营区，针对军队营区的查甲反制方式，郭立雄表示，用目睭侦测小型无人机真困难。陆军即马已经采购26套反制系统，空军也正伫咧建立，以后会调向会让在无人机反制系统来强化侦测。对于无人机反制系统有扩大这个研发采购的一个相关计划，我们会有西型式的无人机的反制系统。国军毋但是要防范强军的情操，也继续强化战力。伫这份才第一遍展示美国制作的海马斯多光火箭系统射击能力，不过演训2遍拢出现异常的信号，被质疑可能是甲强军的电子干扰有关系。是电子干扰，当天没有异常的情况，应该是软体上面它的一个偶发。那目前在美军或者其他的攻受国，在这个软体程式也发现类似的状况。面对着强军的文攻武吓，国加上一直团结强敌案，总统赖清德3月中宣布将会恢复军事审判。郭立雄讲，按算伫咧8月会提出军审法相关法案。因为为了要防范现役军人向敌方表示效忠，已经征收陆海空军刑法24条加重刑期到7年的修正案，加国安法13条追回退休金的相关修正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